好玩，还蛮漂亮的，很丰富，它的馆藏非常的丰富，对，很不错啊。还不错啊。不会不会，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的。对，不会，因为空间非常的大，对，然后人潮就是因为它就分一区一区，所以喜欢看什么东西都会自己去看，我就觉得还 OK。还好因为我觉得防疫做得很好啊。对，因为其实这几天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零确诊5天了，所以是还蛮放心的。今天又零确诊了。对，对，这6天。而且整个馆区大家那个志工消毒的蛮频繁的，所以这点做得很好。会，有很有兴趣。那会来吗？会找时间。不错啊，很好。那会带小朋友来吗？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了，因为有时间的话对，有时间的话当然会。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怡婷。左镇化石园区开幕即将满周年，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推出奇幻足迹特展。疫情逐渐趋缓，假日不知道要去哪里走走吗？左镇化石园区是一个好选择哦。不过也提醒观众朋友要记得戴好口罩，做好防疫措施哦。奇幻足迹特展明天将于左镇化石园区开幕，来这里不仅可以认识到巴基金演化成毛齿鲸的过程，还能看见我们左镇化石园区最可爱的吉祥物 Coco， 是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学习游玩的地方哦。现在让我们来听听文化局长怎么说吧。我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叶哲山，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个寓教于乐的好地方，就是我们台南左镇化石文化园区。左镇化石文化园区今年是周年庆了，我们特别办了一个奇幻之旅的一个展览。那这个展览是特别把海洋生物鲸鱼的一个演化，透过展览的方式告诉大家，在5000年前，其实我们的鲸鱼其实是有脚的、有尾巴的，但是经过几千万年前的演化，那变成了已经是没有脚，而成为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精准的一个外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展览，让大家可以看到有脚的鲸鱼，那同时也认识我们古海洋的这些生物。那么透过我们的沉浸式剧场，大家可以走到我们的古海洋里面，可以看到苍龙、看到鱼龙、看到长颈龙，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展览。欢迎大家一起到左镇化石园区，戴着口罩，非常安心的来参观这一个寓教于乐的文化园区。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会了解。5月10号母亲节，台南市议会特别准备了6甲区的火鹤花，由议长郭新良一一递送给议会女性主管甲员工，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每一位母亲拢会用个幸福满满。母亲节快乐！谢谢，谢谢。母亲节快乐！好。议长郭新良表示，火鹤花的造型看起来就亲像一个爱心。唔但好看，而且佮因为火鹤近似台语的好好，有美好的意义，真适合赠送予母亲的花。伊希望借由火鹤花，祝福所有的母亲拢会用个美好幸福。天下最伟大就是母爱，她为这个家庭、为所有的子女的付出呢，无怨无悔，包括教育，包括她的成长，都陪伴着她。那每年的这个天呢，都是大家所记得而且怀念的一个日子，就是5月的第2个礼拜，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母亲节。那今天我们也特别呢，台南市因为重视这个日子，买了我们台南市自己所生产的火鹤花，来送给所有台南市因为女性的妈妈，也祝全台南市所有的妈妈呢母亲节快乐。那个火鹤呢？好，互大家拢总好，幸福，互大家拢幸福，快乐，祝天下的妈妈母亲节最快乐。议长表示，台南6家盛产的火鹤花，往年大多数拢是做外销，不过今年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销售受到冲击，因此市府甲议会伫个母亲节的时，拢赠送火鹤花，
一方面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另外嘛提振火鹤花的马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父亲节快乐！祝你们父亲节快乐！现场有咱的食了界议员、食了界主委，还有林业主议员。国民党台南市党部、大台南妇女会市员王家晶、林彦竹、李正国以及真侪里长，8日一透早特别来到永康边仔市场，分送康乃馨，互来市场买菜婆婆妈妈，感谢因一年透当为家庭的辛劳付出。拍了吗？有在拍，有在拍。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所以今仔日呢，国民党阮遮的所有的忠诚的同志呢，来到这个市场带着一个剪阳花呢，这表示对着母亲的敬意。你看这剪阳花呢，伊代表着母亲迄款的气质，所以每一个辛苦的妈妈，一年365日拢咧加班，但是无咧领加班费，无咧领薪水，这是全世界上界感动、上界伟大的一个职业，叫做母亲。所以借着这个母亲节，尤其这2日真侪这个困难的家庭要去领这个纾困的1万块，伫区公所呢，排甲会使讲呢，走4、5抓，佫办袂好势。所以希望呢，政府赶紧改进，母亲节要到互大家呢有一笔小收入，会当改善紧急来救着伊现在困难的生活。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在这个特别时刻，嘛希望天下所有的妈妈拢会当母亲节快乐！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因为新冠肺炎影响整体经济，造成卖少的劳工被绑无薪假，甚至面临失业的状况。对此，议员沈振东、蔡小薇、沈家凤甲郑嘉欣4位议员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呼吁市府爱动用劳动安全的基金，开办有关非自愿性的离职，或者是失业劳工的子女就学的补助。劳安基金，到底可不可以做使用？我想这个部分呢，劳工局绝对可以去做一个裁决。那我们也期待说，如果真的可行或不可行，那甚至要为我们的市民去争取更多的福利，来让我们新冠肺炎这样的疫情之下，希望大家都可以被舒缓到我们的经济状况，来审慎评估我们在劳工子女的这一块是否有够充足。在4月14日，桃园市政府的劳动局，他发布了一个新闻，他们针对了他们所谓的劳工子女，在这个中央劳动部的一个补助下，他们的市政府再度加码，来一起补助劳工子女，针对非自愿性离职的这些劳工的子女，给予奖学金的补助。这些被迫离职或者是放无薪假的家庭，在孩子就学必须所承受的一些学费或者是生活费的部分是非常负担的，所以我们希望劳安基金可以启动来帮忙这一些家庭去申请一些就是学子的就学的补助啦哈。因为疫情的关系，我相信现在很多人都是处于困境，尤其是针对那些单亲家庭、单亲妈妈。那要抚养一个家庭，的确是真的很不容易。那我知道说，我们这个劳安基金这个补助也是中央这边是才刚开始启动这个补助不久，那是到5月31号。那我是希望说，针对这个补助的标准，可以来延长，是不是可以不要说这么紧迫，只能到5月31？对此，市府劳工局劳资关系科长蔡旺庭表示，因为劳安基金基本上是袂用动着本金。而且嘛有一定的使用要点。我们3亿的方式是采不动本的方式，其实规模并不是很大。那这3亿的不动本要营运的话，在过去我们的职灾慰问，包含做死亡慰问金30万，还有失能慰问金，还有住院慰问金所支用的范围，再加上现在劳工的诉讼案件也蛮多的，1审、2审的费用跟劳工诉讼期间的生活补助费用等等，其实每年的那个利息加上我们花还收入的补助有没有？其实金额上已经都
都是要操之并决算。所以说这个部分如果说再把它开放到针对有关教育的议题或子女的一些补助的话，我看这个基金不动本可能这个基金它的规模是没有办法去支应的。就算乐安基金袂用个动本，市议员嘛要求希望市府会用个比较新北、甲桃园加码补助非自愿离职，或者是失业劳工的就学补助。就算动用市长的第二预备金，嘛爱来救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画面中倒骹手无用包装面包的人，其实拢是为饭店各部门前来支援的工作人员。除了是因为有一份甲饭店做伙共度难关的心以外，另外嘛是因为自从推出面包外卖服务后，互消费者会当用因可爱介绍，就会当享受到大饭店顶级的西点面包，大大受到消费者的推荐。因为现在宅经济的兴起所以很多人都习惯把餐点外带回家。那面包尤其是一个入门卡，大家每天都要吃的一个商品。那我们也因应这个整个消费者的形态的改变呢，我们把面包推出去。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在饭店购买面包，一个可能动辄到上百块的价格那其实我们的面包呢，都是50块起，那非常亲民的价格，也高 CP 值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消费市场以及我们的商品的一个变化呢，那我们这一个品香坊的外卖面包呢，就是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喜爱，有很多回流客跟我们的忠实客人那也让我们这一个业绩就是突飞猛进在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那也因为大量的订单进来那饭店的全体的员工就是不分后勤单位，例如说我们的人力资源部、我们的美工、那我们的财务部、我们的工程部、安全部，大家都投入就是去支援这个包装的面包的一个制作过程。那除此之外呢，在卫生这一个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饭店本身就有一个卫生经理，那做全程的卫生的一个把关，那让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吃得美味，也可以吃得安心跟卫生。为了满足客户各项需求，饭店业者每天都会推出将近50种的面包，让消费者家己选择。其中上热门的品项就是这种法式的莫扎瑞拉，上受到欢迎。我们大概推了大概40到50种的面包每天，那通常都是以那个客人的需求去做那个改变，然后大概每个礼拜都会换新的口味。那像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最近新推出的，就是还蛮热卖的，就是在每次出来都会秒杀的款式，是莫扎瑞拉爆浆系列的那个面包。那它这个面包它是属于法国面包，它属于含水量比较高的，吃起来会口感比较符合台湾人，比较软。里面就是有加了那个莫扎瑞拉的起司，然后上面会有用葱啊、明太子、松露跟奶油还有香蒜去做调味，那大家都可以吃到很多不同的口味。面对疫情的影响，各行各业拢大受冲击，纷纷想办法找出新的方式去引人客出门消费。台南远东大饭店总经理周丽华表示，愈是艰困的时刻，愈爱跳脱思维，将酒店餐点外在服务进一步提升。依照地缘的关系，并分析消费客层，推出面包外卖平台服务，开创饭店外卖新商机。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看到画面上这一本，相信真侪人会当做伊是姜，但其实是葛玉金，也被叫做粉钱，因为好照顾，加上是山区会使常常看到的一本，所以也成为侪社区转型的选择。其中指定的公馆社区就运用葛玉金做了侪商品，
防疫期间，社区也主动推销葛玉金面甲葛玉金粉，希望让大家会使看到伊的营养价值。我们大概是8年前、9年前就开始在推葛玉金这一块，因为当时是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一个非常好的产业。那社区需要发展，它需要跟在地的产业做连接。只是说，因为当初在推的时候，其实不是很好推，就包括我们去申请一些案子啊，或者是申请计划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样的产物在地来讲，好像产量也不大，那它也没有什么特点。那是一直到食安风波过后，大家对食安意识比较抬头，然后才开始慢慢的浮现。对，那大家也才开始对葛玉金这样产品比较多的认识。那因为这一次疫情的关系，然后我们社区主推葛玉金面。那这个面的话，它是在煮久的情况下比较不容易泡烂，它比较耐放。那做成干面的话，口感是比较 Q 弹的。对，那我们会建议说，客人买回去的话，我们自己测试，大概做到4分45秒是最好吃的时间。对，那如果有自己想要比较嫩的口感，或是比较再硬一点的口感的话，可以再自己用这个时间去做调整。对，那像接下来夏天快到了，那我们葛玉金粉的部分，它其实很适合在夏天的时候，您加黑糖或者是加蜂蜜，然后冲冷水直接当饮品来喝。在夏天其实是蛮消暑，在乡下的话，大家都会这样去冲来喝。现在协会也开始推动网络财经纸，希望让民众会使熟悉葛玉金相关的产品。只要伫15号之前到劳动部分江南分署的线顶市集来消费，除了有拍折优惠以外，满额也会使免运费。就是希望民众多多来采买，这收入也会提供予社区关怀据点来使用。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作为台湾知名的美食之都，有真侪餐饮业者拢会选择进驻。但现在受到疫情的冲击，有侪餐厅拢受到影响。不过知名的麻辣锅业者就选伫这时阵到西门路的百货开设全新的分店。除了毋惊疫情的影响，上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台南的另外一间分店得到侪消费者的肯定。其实会选定台南，是因为看中这边的一个聚客的效益。那我们在台南南坊本来就有一家，这边是开另外一个品牌是 Plus。其实台湾人很爱吃锅啦，那疫情这个部分是全台湾都受到影响。那我们本身就是在预计之内的计划上做一个展店的动作，所以其实多多少少会担心。不过因为现在也趋缓了，所以会比较明朗化一些。业者旗下的麻辣锅店家分做3种等级，这间就是上关级的。同时也是全台湾的第3间，上大的特色就是会使各种高级食材食到饱，包括和牛、甲天使红虾等等，甚至连知名的冰淇淋拢会使食到。它是整个都把它升级了，那客单价只是稍微提高了大概100块左右。不过我们把像是双和牛啊，还有牛舌，那另外的话是还有像是餐酒都是免费无限量供应的这样子，对，就不用再另外加价。业者将要伫9号开始试营运。前3天，消费者只要翕相打卡，就会使享受到9孔包鱼食到饱。同时，伫别间店家出现过的隐藏版和牛咖喱饭，也有机会伫台南食到。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佐店花石园区对开幕到现在吸引了侪游客，为了让参观的民众会使熟悉到更较侪无同的花石，现在也特别规划了以着海洋古生物为主题的特展“奇幻足迹”。除了展示了各种的鲸豚化石以外，上特别的就是这个360度环境互动的投影，将古早海洋的生物呈现伫观众的面头前。同时，也有伫陆地生活的海洋甲巨齿鲨的化石，要互参观的大小朋友体验到海洋生物的吸引力。1楼的地方会有一个360度的互动环境剧场，这是在我们台南市首先第一座出现的这个的环境剧场，非常欢迎大家来体验。那里面呢，你会看到很多的古生代的生物，例如说像是苍龙、薄板龙。那我们有机会呢，在这一个空间里面跟它近距离的互动，甚至是召唤他们，看到他们的整体的生态的过程。那主要呢，带到2楼的部分呢，我们这次主题会带到所讲的就是地球46亿年来，生命经过30几次的水上、陆上的上上下下的这个过程的演变，从鳍鱼类的鳍一直到陆上变成足。一直在路上的足，再次下海之后，它再变成鳍的这一个的过程。你有看过会跑的鲸鱼吗？
路上会跑的，它叫不叫鲸鱼呢？那在这个展览里面，你会看到一只会跑的鲸鱼，叫做巴基鲸。从这只巴基鲸呢，它是新生代的生物演变到目前所有目前鲸豚类的这一些的水底啦，不管是海豹、海狮、海狗、鲸豚类，全部在这一个的演化下的一路的衍生下来。这个展览非常的有趣，保证不会枯燥，也不是到了一般的博物馆去看到一堆的枯骨。我们可以透过现在的 AR， 我们让每一只所有的这一些的化石全部在你的面前，它重新再活过来。6号上午，市长王伟哲也特别前往化石园区，除了听出化石的介绍，也体验了这360度环境互动的投影。整个特点也让市长非常娱乐。同时，市长也邀请民众会使伫母亲节的期间带妈妈来，会使享有侪优惠。你刚刚可以看到，我现在站在巨齿鲨的这个嘴巴的这个前面来做一个记者会，可以知道，事实上我们这个奇幻足迹的特展，事实上是展品相当丰富的，不管是鲸豚类，甚至像这个鲨鱼，其实都充满了知性和感性，也充满了教育性，也能够让这个亲子一起前来参加。那我们特别要说，为了庆祝母亲节，也为了感谢妈妈的努力，这个事实上。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妈妈是免费的，那只要陪妈妈一起来，为了表示你也很孝顺，所以给你打7折，那可以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带妈妈来呢？不是因为她免费，而是因为她珍贵，因为母亲是我们最珍视的，家庭最重要的成员。但是我们的这些化石也是很珍贵，所以带珍贵的母亲来看珍贵的化石，这可以让我们奇幻足迹更充满了。这个妈妈母亲节感恩的味道。这届的展览也有提供 AR 互动的丰富内容，完成任务也会使得到神秘的小礼物。如果是喜爱海洋生物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个好耍、阁有教育意义的奇幻足迹特展。但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今年26岁吴中林因应这波疫情的消毒需求，特别上出用紫外光线消毒灯箱来替喙暗等日常用品杀菌。透过家己组装镭射切割机、插棒甲底配电管等等，开3礼拜就做好，才1000多块，比市面上买俗一半以上，而且大约30秒就当完成杀菌。主要是因为防疫的考量，就是有消毒口罩的需要，那想说也可以一并的消毒餐具跟其他的日常生活用品，所以想说可以做这样子的尺寸，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就把你的物品放进去消毒。它可以在30秒内就杀死我们绝大部分的病毒、细菌、微生物跟霉菌。另外，为了减少喙暗的使用量，现在家己做的套仔嘛相当热门，只要透过裁布、车布边简单的几个步骤，就当伫20分钟内轻松完成。而且相关的防疫物品，目前劳动部分家人分署的南方创客基地都有要开课。自己动手做布口罩套，还有这个口罩杀菌机呢，既方便又实用那可以很轻松的用小成本省钱的方式就可以达到防疫的效果。防疫期间，家己动手做防疫物品，除了实用买单升级，要请有兴趣民众，只要开小成本，就当达到防疫效果。今日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